政府喺北部都會區撥地發展大學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期望最快喺年底將其中一塊土地交俾中標嘅大學。至於首位嚟自香港嘅在學專家黎嘉瑩執行國家航天任務，佢表示反映香港由國家航天事業嘅支持者變為參與者。陳國基喺電台節目中表示，已經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包括喺課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識、國家航天成就等等。同時喺太空館加入黎嘉瑩嘅資料，又指會喺10月舉行嘅創新科技嘉年華中加入航天專區，展示香港嘅參與同國家成就。城大、中大、理大、科大呢4間大學呢，其實都有開辦一啲航空航天相關嘅一啲課程嘅，咁咧係為香港同埋國家咧培育呢方面嘅專業人才。咁我哋其實喺以往咧都係一直都有參與嘅嚇。咁另外咧就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儀器啦，其實都係香港嗰啲大學我哋係研發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具體嘅成果咧，正好咧就展示咗咧，其實香港嘅科學家嘅水平同埋實力一啲都唔低嘅，同埋我哋絕對有條件咧，係喺國家嘅航天發展裏邊咧，係擔當更重要嘅一啲角色，同埋作出更大嘅貢獻。另外，陳國基早前率領北都發展委員會轄下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成員組成嘅代表團前往歐洲考察。佢表示，未來北都大學城會向高科技發展，希望大學可以同國內外嘅企業、大學同科研機構合作，將成果商品化，對香港未來經濟同就業非常重要。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嘅大學將來喺大學城都可以考慮下咧，點樣同企業去加強呢個合作。咁因為只要你加強合作咧，先至能夠吸引到呢啲大學呢啲企業咧嚟香港落戶，從而增加嗰個我哋個投資喺香港啦，增加我哋嗰個工作啦工作崗位啦，呢啲對香港都係好有利。陳國基表示，大學城會有3個片區，其中洪水橋嘅土地最快完成平整，特區政府好快會招標，希望年底起將土地交予中標嘅大學。佢話初步會見咗多間大學，講述大學城嘅發展方向，對方都表示認同。鳳凰衛視記者鄭永光報導。